为了推广台湾农村休闲旅游，大马杯专业的摄影比赛已经有12年历史，邀请了马来西亚各大媒体来到咱台湾参加比赛。这摆总共有17间马来西亚各大媒体伫种的作品，会透过媒体报道，将台湾农村休闲的旅游推广到国际。 台湾休闲农业发展协会当年举办一摆大马杯专业摄影比赛，今年规划来到国姓乡参观特色的农村产业。摄影师拍到的很多美美的，在我们台湾的农村也好，拍到之后呢，希望他们可以把它报道回去。看到台湾的农业一直在进步，除了观光旅游，尤其是产业发展，带领大家观摩学习。透过媒体、国际的媒体去做行销宣传的话，我们最期待的是说，由国外然后去看到我们台湾最美的一个点，不论是乡镇或者是都市。大马杯比赛得奖的作品会公布在马来西亚的各大媒体，透过专业的摄影比赛，行销台湾的农业旅游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